大家最近行街，係咪越行越覺得有一種講唔出嘅陌生感啊？由2024年大昌食品全線結業，到2025年，連金鐘名都呢類陪我哋幾代人成長、充滿飲茶回憶嘅老字號，都話走就走。呢種一個時代嘅終結，唔單止係街道風景嘅改變，其實更係一種無形嘅衝擊，直接撞擊緊我哋呢代人嘅內心深處。想象下，你聽日行入中環，或者去酒樓同班老友聚舊，你下意識想好似以前咁遞張卡片出嚟，但突然間你醒返，卡片上面個 title 已經被消失咗，你唔再係邊間大公司嘅總經理，亦唔係行內受尊重嘅老行尊，甚至返到屋企，仔女已經大個啦，有啲仲移民去咗英國、加拿大，你嗰個做咗幾十年嘅阿爸阿媽嘅功能，亦要被迫退役，佢哋唔再需要你嘅指點，甚至唔再需要你嘅意見。當你脱下晒所有社會、事業、家庭俾你嘅裝甲，當你冇咗嗰堆銜頭去支撐你嘅自尊心嗰陣，你仲係邊個啊？你有冇勇氣喺一個深夜望住鏡入邊嗰個眼神，帶住少少惶恐，甚至覺得冇乜用嘅自己，真心講一句，其實我仲好鍾意你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《The Inner Work of Age》，作者係 Connie Swade，佢係資深嘅榮格派心理學家。佢提醒我哋，人生嘅下半場絕對唔係所謂嘅垃圾時間，更加唔係等收工。相反，喺呢段日子係一次難得嘅靈魂升級機會，將我哋內在嗰個疲於奔命嘅英雄，轉化為一個有智慧嘅心靈高級玩家。喺呢幾分鐘入邊，我想陪你一齊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，揾翻自己個心靈重心。開始之前，麻煩大家幫手撳個 like 同訂閱，支持下呢個廣東話嘅頻道啦。好多心理學書成日講人生下半場，聽到我哋耳仔都起枕啦。但 Connie 佢講得仲直接仲狠，佢話你覺得依家過得好辛苦、好抑壓，係因為你仲揸住一堆已經過咗期嘅舊貨幣，諗住去買今日嘅尊嚴。試諗下，你明明已經由職場國移民咗去退休國，但你銀包入邊仲袋住以前嗰套權力、銜頭同埋控制欲。你去到新環境，仲想用呢啲錢去買尊嚴，結果係點啊？以前喺公司，你惡代表威，代表有 leadership，依家喺屋企。你惡，仔女會覺得你煩，覺得你係老頑固。以前你忙到冇時間食飯，代表你分分鐘幾百萬上落，係重要嘅人物。依家你忙到冇時間食飯，大家只會覺得你唔識得生活。其實匯率真係變咗噶啦。如果你仲死攬住以前嗰套獅子山精神，凡事硬碰硬，死頂要贏，你就會陷入心靈破產。因為你根本冇儲蓄到下半生通用嘅貨幣，即係親和力，識得聽人講嘢，同埋生命智慧。嗰張生到入晒肉嘅假面具。榮格心理學有個好出名嘅概念叫 persona，即係人格面具。後生出嚟社會嗰陣，我哋每個人都戴住個強人面具去戰場搏殺，戴得太耐，戴得太真，個面具會同你塊面生埋一齊，分唔開。到咗今日，就好似最近啲戲院執笠、老店熄燈一樣，你個戰場已經收咗工，甚至劇中字幕都出埋，但你仲係除唔到個面具。你想同仔女講句，我好掛住你，但嗰個嚴父面具令你一開口就變咗做飲湯未啊？咁夜返想死啊！你想同另一半講句，我最近身體越嚟越差，我好驚會死啊！但嗰個一家之主嘅面具會令你死頂，最後變成用發脾氣掩蓋你內心嘅恐懼。呢本書最攞命嘅地方，佢係叫你幫自己做手術，你要親手撕開呢個生到入晒肉嘅面具，過程一定會痛。但如果你唔撕，你嘅餘生都只係隔住個面具做人，觸摸唔到真實嘅生活，亦都觸摸唔到你愛嘅人。Connie 佢幫我哋總結咗4種最常見嘅心靈隱形枷鎖，大家對號入座一下，睇下你中咗邊樣啦。第一，死頂超人，佢好似一個唔肯交棒嘅老細，
明明膝頭哥痛、體力衰退，但仲係要日日返公司睇住個牆，或者喺屋企連仔女買咩色嘅床單都要管。其實佢唔係真係咁想管，佢係驚一旦冇咗控制權，自己就變咗個冇名冇姓嘅廢人。第二，凍齡強迫症，佢就好似一個唔肯落幕嘅主角，見到一條白頭髮就崩潰，瘋狂做醫美。佢背後嘅恐懼係，如果我唔再好睇，我就再冇價值，冇人會再愛我啦。第三，內在歧視者，呢個係最陰險，係內鬼。你想去學 AI，想去學彈琴，甚至想轉行，但你內心會有把聲音同你講：幾十歲人仲搞啲咁嘅嘢，俾班後生仔笑死你啊！真相係你自己都睇唔起你自己嘅年紀。第四，工作狂上癮，香港人手停口停嘅基因入晒骨，就算銀行存款夠你食過世，你每日冇嘢做都會焦慮，覺得自己好廢，你將忙碌同存在感掛咗鈎。咁點樣可以喺人生下半場活出一種令人向往嘅通透感呢？書入邊建議我哋做一個生命回顧，首先攞張紙出嚟，每7年劃做一個階段，寫低每個階段最令你痛嘅位，例如97負資產、當年離婚，或者2025年大病一場。問自己兩個問題：第一，當年我雖然輸咗錢、輸咗感情，但我贏咗啲咩特質呢？係咪變得更加硬淨？定係睇清楚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朋友呢？第二，如果嗰次經歷係靈魂對你一次嘅特訓，佢究竟想透過呢份痛教識你一啲乜嘢？以前係你睇唔到嘅道理呢？做完呢個練習，你會咦一聲醒晒，原來你根本唔係一個孤零零喺度等日子過嘅留守者，而係一個帶住成身故事喺驚濤駭浪入邊行過嚟嘅生命生還者。你今日仲企得喺度，唔係因為你冇得揀，而係因為你已經儲夠晒閱歷去撐起呢份屬於你嘅智慧同尊嚴。喺度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啦。其實你唔係進入咩衰退期，你只係進入咗人生最珍貴嘅收成期。作者喺書入邊講得好通透，呢份隨住歲月而嚟嘅智慧，唔係一種負擔，而係一種特權。雖然我哋身邊好多熟悉嘅事物，好似都紛紛結業，但你要記得，人哋間鋪頭會執笠，你嘅內在世界係永遠唔會執笠嘅。人生上半場，我哋好多時係為咗生活，為咗責任，夾硬戴住個面具做戲俾人睇。但嚟到呢個階段，既然戲服都已經除咗落嚟，不如就痛痛快快做一次真實嘅自己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幫到你鬆咗綁，甚至幫你揾翻少少火花，請你幫手撳個 like、訂閱8分鐘一本書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係書豪，用8分鐘陪你讀好書，活出更有深度嘅人生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